片區發展中心今日舉行啟動儀式，中心由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承辦營運，以發揮民間組織嘅凝聚力同執行力。片區發展中心咧就同社區經濟同埋扶持或者振興中小企嘅工作咧係息息相關嘅。佢係能夠集中去統籌嚟去進行工作。第二個咧就係民間策劃舉辦咧，可以吸納更加多民間嘅一啲創意啦，即係大家更加多咁參與嘅目標咧，好希望就係依照每一個片區佢原有嘅歷史文化嘅狀況咧，我哋會打造一啲品牌效應。咁但係更加重要咧，今次呢種新模式咧，好希望咧就透過一啲微改造、一啲串聯或者一啲嘅指示嘅一啲嘅聯動咧，使得6個片區係能夠形成一片。同時，片區發展中心設有指導委員會同顧問團，分別具有審議同諮詢功能。發展方面咧，特區政府係採用咗政府監督統籌、優企投入資源、民間去策劃舉辦呢一種嘅多方協作嘅新模式嘅。喺監督上面咧，去全面咁去睇翻每一個片區嘅活動，究竟係咪符合翻我哋嗰個初心嘅？咁如果我哋可以聯動到幾個片區一齊做活動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帶動到幾個片區中間一啲路程一啲商戶添。咁我都好期待住聽到未來我哋有咩方向。片區發展中心佢點樣可以協同到唔同嘅6大片區嘅單位，協同到個商戶，協同到工商界。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值得期待嘅。片區發展中心首階段將進行片區發展規劃研究，推出合作計劃。咁我哋嚟咗之後就發現，其實呢度有更加多嘅潛在客戶係仲未被發掘嘅。我自己覺得，如果可以嘅話，多啲類型唔同嘅商店係會更加好嘅。所以就呢個都期待嘅，因為上一個活動都做得好成功。片區發展中心嘅成立，為社區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進一步提升片區效益同活力。